无事见得，像这个题目是论心的讲，论心的讲。来，我即个做伙来祈祷。至心的上帝，阮众人做伙伫你的面前，阮要将心门拍开，愿你将灵魂的美灵赏赐互阮，互阮的灵性饱足，互阮会使有开咱对上帝出欢喜的声。当阮面对世间最忧愁、痛苦、重担的时，阮知阮着爱行你的路，你的担、你的快，拢比世间的更加轻松。主，愿你来帮赞每一个基督徒行伫你的路径顶头，拢稳定的游得伫。你有光咧来阮照，互阮无行迷路。你有稳定伫头前咧听候，常常互阮有气力来面对挑战。虽然有当时啊，阮会受伤；虽然有当时啊，阮会落志，总是上帝你的手毋捌气煞过啊！你常常牵阮的手继续来行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圣灵路途，恳求你继续引带侪你所敬调的人。伫新华地区、伫台南地区、伫台湾这个所在，这个岛屿侪你所敬调的人，愿你去引领，互因快紧来转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正港的幸福，是对天顶来，毋是这个世界。愿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会使有开力。阮的祈祷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来，所有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这礼拜，咱真欢喜，因为咱的青年朋友吼，因办一个3天的儿童营的活动，阮查某囝嘛有参加了后足欢喜吼，伊毋捌参加过遮尔趣味的活动。为什么会感觉趣味？是因为咱的辅导的遮青年朋友，咱遮的青少客，伊本身真为着遮的细囝来设想。伊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、甲第4名分做4组的礼物拢无共咧。而且吼，佮教因咧画啥物？画迄个飞机啦，啊，甲画了，佮用游览车带因载去放民俗遐放飞机啦。我遮个囡仔算了做欢喜哦，因对教会完全无共款的想法，就是因为我做囡仔咧，若是遮哥哥姐姐吼，知影我需要啥物咧，然后吼陪伴我。带我行一个欢喜的3天的旅程。信仰就是安尼，有当时啊，咱陪伴咱所疼、所关心的迄个对象，加行一里路，迄就无共款。因为你陪伊所加行迄段路中间，伊开始会去明白，啥物叫做疼。人若咧明白另外一个人，心中若无疼，咱无法度了解。但是咱心中愿意开始要疼，学习要来关心，试着要接近他的心，试着要靠近他的时候，需要勇气啊！咱还有胆量，有时咱行武装。但是你若愈安尼去操练的时阵，你就愈来愈了解，啥物叫做基督的疼。基督的疼，毋是疼你喜的，迄个叫做基督的疼。咱若敢若疼我欢喜的，我喜的，讲话会喊，看会较。袂风尾头倒迄款的，看着感觉做好斗阵迄款的，笑头笑面的，咱若是敢若介意款的，迄是一般人的疼。基督的疼是迄个无古锥的啦，歹啦，可能讲话较含慢讲话啦，但是伊有家己的想法的，可能咱的意见甲伊无合，这咱若去来接近的时阵，咱需要担着，但是咱嘛需要去学习的吼。渐渐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阿加佩，啥物叫做爱加倍，啥物叫做不求回报的爱，啥物叫做基督的疼。我拄仔讲的这几项都是基督的疼，拢共款意思。所以上帝咧疼世间人，毋是因为你好甲歹，是因为你本身就特别互疼。咱人吼，初亲像我昨昏咧分享的共款，咱初咧看一个人是看我有介意，还是讨厌。这个人做介意的，还是做讨厌？迄是第一款人。第二款人是讲，咱咧看着讲，即个人咧，伊的优点是啥物，伊的缺点是啥物，迄是第二款层次较悬的人啊。总是你若到一个年纪了后，你伫信仰内底有一寡的体验的时阵，你咧看人安怎看？即个人伊有互听过无？一个互听过的人，伊本身的个性会变。
伊会渐渐有笑容，伊看代志袂遐严肃，伊知影伫爱中没有惧怕，伫听中间无惊吓，所以伊慢慢互家己渐渐增加啥物心中的平安。伊知影毋免一直去看入别人的眼光啊，表现好甲歹拢共款，上帝听毋捌弃杀伊所救着的人，阿免吗？所以咱伫遮爱了解，咱需要互教会更加明理，知影道理，然后莫惊吓。咱有侪事因为惊吓，煞无爱信，因为足惊嘛，只要怕不要信。但是圣经讲的是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拄好得病。基督徒若无信心的时阵，咱做事无才了做，因为咱亲像葡萄树枝共款，咱若无通过信心的连接，基督的生命无法度伫咱的生命中间出现。所以基督徒无才了做根，嘛无才了做叶。咱爱知影，根会互咱看会清楚，即个土骹有空无，有倒啊无，有椅啊无，土骹有加倒无，浆无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咱爱有根帮助咱，毋通伊有环境滑倒啦。盐是啥物？盐你若会使讲做咱食的盐嘛会使，就是你若看古早时代伊讲的盐，就有可能是肥料啦。所以迄款的盐会使帮助咱所要种植的田园会使收成较侪咧。所以为啥你基督徒做工做盐，都是咱袂使互人滑倒啦。第一项，咱来帮助人闪过危险，这是咱做工的意义。第二项，你来帮助你厝里头尾也是你所听、你所关心的这些人，互因会使成长，就是我常常咧讲的，对不对？成全、成全圣徒，建立基督的教会，这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，咱会使看到上帝的话最厉害的，短4字中间一直甲咱爱做的代志拢讲了。咱本身毋通滑倒，咱嘛毋通害人滑倒，甚至要帮助伊闪过危险。过来就是帮助别人会使成全伊的生命中间需要的物件，你爱甲伊斗相共。什么是需要？家庭的需要。伊需要一个太太，伊需要一个先生，这是最合理的。咱来起造家庭，是上帝的心意。伊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咱所需要来斗相共，无好的习惯渐渐改掉，这是需要。所以咱爱伫做事的中间，咱爱知影咱应该安怎当帮助，毋是讲伊想要爱迄项，你不断提供互伊，迄毋是叫做听，迄叫做生啊。咱若是伊爱啥，你就下伊，迄叫宠爱、溺爱，迄叫生啊。生囝的安那，咱拢知影啦吼，生囝的不好。你若一直来生落的时阵，是毋是伊就会变歹去啊？伊就无受管理啊。所以上帝听本身内底有一个管理的规律啊，迄个管理互咱愈来愈好，毋是生是听。所以咱伫遮爱知影，所以伫教会中间会讲到这个时阵，我想你若听话时阵，你也去了解一项事。伫教会吼，毋是干那讲道理尔，伊嘛讲灵性。我伫周报中间甲你写一段话吼，这段话是伫古伦神父的册内底所讲的。古伦神父是天主教内底一个真重视灵修、真重视管理、真有学问的一个神父啦。这个人，伊毋是干那读册尔，伊阁有咧祈祷；伊毋是干那读册甲祈祷尔，伊阁管理足大的企业，所以伊本身有企业家的精神。所以，伊会使入社会，伊嘛会使留伫修道院，伊嘛会使伫教会中间。即款的三通的人，你去来了解伊咧讲啥？伊讲啥物？伊讲灵性吼，毋是互咱得享现实的。灵性不是要让你逃避事实，毋是讲我咧做灵修，所以我打拢爱管。伊的意思毋是安尼。伊讲灵性是什么？灵性是当你有了灵性之后，你会看得懂事物的真相。你看会明白，伊只讲需要的是啥物啦？你较袂去看咧弄西啦。所以讲啥物？一个能够正确评断事物的艺术叫做灵性，而且照着上帝原本创造的样子，你去看到它的美好。所以我久会讲，咱有做一个代志，咱拢看到外口，咱就讲伊安尼啦。但是有灵性的基督徒会看到伊的内底，因为上帝原本所创造的迄个形是足水的，只是有人时啊渐渐因为失败
犯罪种种的打击，渐渐无共款去啊。所以灵修的人，毋是咧看伊对做了歹，灵修的人是咧看上帝原本所创造的迄个形是偌水，所以咱爱会晓欣赏上帝的创造啦。所以咱对遮开始去看，咱开始去理解，咱毋是咧比道行，咱嘛毋是咧比啥物人较高基道，咱是咧讲啥物？咱是咧讲你会晓欣赏上帝的创造，这才是灵性的另外一种解释。即款解说是最好的，因为咱安尼看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咱应该爱怎了解。所以教会整体的气氛足重要。今仔日的经节内底，甲咱讲，伫教会内底应该爱有倒一款的气氛。伊甲咱讲着爱有义，就是公义，爱有平安，还佫有喜乐。迄个喜乐，佫是伫圣经内底的喜乐，这是教会应该爱有的特质。啥物是公义？公义，你若去甲拆字啦，拆起来讲，是毋是叫做公平正义？有个人安尼解说吼，这嘛袂歹，安尼讲嘛袂歹。就是我甲你举一个例吼，你着听较有啊。火车应该爱行伫铁枝路顶头，对无？火车无人咧行伫马路的嘛，马路是互马车行的嘛。所以火车伊若行伫铁枝路的顶头，迄叫做公义啦。伊若走来到外口，迄叫做脱轨，迄叫做无公义。安尼知影意思无？互安尼就了解啊。伊原本应该安怎行的，伊煞无安尼行，伊走去别项去。原本脱离伊受创造的迄个方式、方法、方向的时阵，安尼就毋对啊。安尼了解吼？所以咱伫遮咧判断代志的时阵，上帝原本所创造的迄个物件，咱袂使黑白来误用。误用恩赐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所以咱爱知影这个事。公义是安尼，第二项平安是啥物？平安毋是无代志啦，平安无事，毋是安尼。平安是丰盛结果子的意思。所以小弄这字叫做平安，你来希伯来文叫做平安。伊的意思就是，你甲上帝关系真好诶，好甲会结果子；你甲人诶关系真好诶，好甲会结果子；你甲即个环境四周围诶人关系拢真好诶。代志拢做好诶，做和谐，你无受水气结果子，所以迄款诶是丰盛的状态。所以咱要知影平安的意思。当然啦吼，你头前若有公义，后面就对你有平安做合理啦。因为你乖乖嘛，你无犯错误嘛，你照上帝意思咧行诶时阵，后面就有奖赏啊啦。你后面就有好诶报酬。一个学生囡仔认真读册，考试诶时阵分数一定较好，这做正常。啊，所以你若照起工来，到后面的时阵就绝对有收成。所以有义，后面就有平安，有平安了后，你就有一个喜乐。迄个喜乐的意思，你若看全部内底甲你讲的，喜乐的意思就是，互大头家、大君王请食饭的快乐啦。毋是请你食阳春面啦，上帝请你食阳春面，我想迄个无使，还是请你食米粉炒，无介偌好咧，食到安尼。但是，若请你去食白饭哦，食迄款哦，一道几啊万的哦，你会感觉讲无共的。比啊吼，咧服务的遮拢总统府的官员，你会感觉讲哇，你应该是真受尊重。我是啥物人尔？你讲派到迄个行政院长甲我啉酒咧，哇！我是啥物人？经文的意思就是安尼吼，君王请你食饭，那个叫做喜乐，是安尼了解无？你毋是头爱顶顶的人。最上帝囝儿的人，咱爱知影咱的头家的关，因为伫灵界内底，咱的身份足特别。天使毋捌面对过罪恶，人伫罪恶中捌面对，所以咱需要伫遮会使讲，咱对罪恶有捌甲伊修正过，所以咱是证书。当咱证来迄天，当来到天堂的时阵，天使嘛为着咱拍啊，咱的任务、咱的环境，互咱的同教。天使无拄过，总是耶稣基督做咱的兄哥，伊是为着咱受苦，互咱有一个款式，通好模好学习，所以咱会使渐渐脱离这个苦难。所以上帝讲，公义、平安，甲信心中咱的喜乐甲欢喜，咱爱有即款的体验。教会内底就是要安尼做，气氛最重要。气氛是一个属灵的氛围。我常常甲兄弟姊妹提醒。一窟水若健康，鱼仔就健康；一窟水若是落去啊，无好去啊，遐鱼仔拢会破病。
所以教会中间爱重视圣神的水流伫遮，有帮助咱常常更新无？咱有常常清本所出来，咱有常常维持迄个清气和谐无？这足重要。教会内底就是安尼，上帝国是安尼。就是我要甲咱提醒吼，伫即个世代，上帝国是因为顺服出现的。咱顺服上帝的权柄，所以上帝甲咱掌权，咱诚做伊的学生，诚做伊的囝儿，咱愿意照伊的道理来行，这叫做上帝的国度。即个世代毋是安尼吼，拄好倒变，因为伫咱的身躯顶有另外一个赞助，叫做人的灵啊。圣神是上帝的神，但是人本身的灵魂的迄个灵吼，本身有败坏的可能，所以咱爱知影，一群人若合一，毋是咧讹了上帝，都有可能是讹了家己吧，讹了人啊。所以迄叫做追求成就、追求关度的巴别塔。所以咱爱知影讲巴别塔的意思，就是人合一了后要作乱，无爱顺服上帝，家己要做上帝。一群人若合一了后要去做家己的国的时阵，足危险的。咱来看规张的相片，第一张，即个人你毋知你捌看过无？即个人叫做吉米琼斯，伊过去是一个足出名的牧师。伊若较早过身吼，即个人绝对会写入历史册顶头。但是因为伊后壁做一个足恐怖的代志，比较伊含感觉不要讲上一章，伊会感觉互人感觉讲伊足邪恶的。即个人伊伫早期的时阵，1970年代伫美国。伊较早的美国的教会是白人做礼拜是一间，黑人做礼拜是一间嘛吼。其他的吸水的人爱另外一间安尼啦，袂使人做伙。结果伊甲所有的人拢人做伙做礼拜，去啊迄个卫理公会就踢出去，讲要甲改规，因为伊无遵守教会规矩，伊就将这可怜的黑人，一寡较怂恿的白人，全部拢集起来，开始做啥物？做好代志。伊起做教会叫做人民圣殿，然后伫遐分米，伫遐分钱，伫遐照顾迄个无钱人看医生的孤单的老人，伊做出一个好事。伊是迄款民权运动内底的神秘人物啦，伊是一个足厉害的啦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伊后来煞去染着毒品，私底下咧食毒，无人知啦吼。伊私底下咧食毒，渐渐个性咧变吼。变到一个抗战的时阵，伊开始咧怀疑有人要来杀，所以伊就将伊千外人的会友，甲刷去南美洲一个国家叫做盖亚那迄个所在，去一个城市，迄个城市叫做琼斯镇。琼斯镇用伊的名去号的吼，但是迄是一个足艰苦的所在，所以伊伫遐开垦5冬的时间，侪人拢挡袂写会掉，有人偷偷走出去了后。去打美国政府投报，讲阮只有千外人吼，拢咧受苦。结果美国派一个国会议员去来调查，调查的时阵无啥物，但是等伊要走的时阵吼，伊煞毋知安怎派人去来暗杀。迄个国会议员真正是伫机场。恐怖的代志伫后面吼，这个人因为玩太大了，他玩得太大了，他没办法收。后来伊的所有的会友。拢逼因去食毒品，是毒品啊，毒药啊，氰化物，所以总共900多个人过身，其中270个是婴仔。这个案是美国911以前单一事件死伤最多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的，900多人。啊，所以这就互咱遮的上学家感觉足不可思议的，就是这个人。为什么有法度鼓励900多个人做伙受玫瑰？足奇怪吼！咱来看后面一张，这个是 X Japan 的主唱，1997年脱离乐团。这个人是安那？这个人本身是做有名的。伫美国，咱知影美国有一帮人是咧耍迄个 heavy metal 的重摇滚乐，但是伫日本伊算第一代啦，伊第一代咧耍迄啦，所以伊足出名。但是伊出一本册吼，迄本册叫做去人洗了去啊，就是伊当红的时阵，有一寡组织接近伊，然后带伊鼓励来入去迄个宗教内底，迄个宗教将伊一世人所有的钱拢摕走的，而且伊是足甘心乐意将伊所有的钱拢交出来。咱知影伊是安怎去人设计，
伊讲伊拢做欢喜到嘴，人逐个骂伊嘛袂要紧啊。伊迄个组织内底人来控制伊嘛做欢喜，所以伊讲伊去人洗脑。咱来看后面一张，最近即个人他去人出关，即个人是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。即个人咱感觉伊足奇怪吼，伊哪会伫迄个火车内底、车厢内底去放毒气？但是我较好奇的是，伊比啊遮的同工，逐个拢是国立大学，日本读到国立大学拢足厉害。其中有一个医生呢，为着伊设计遮的毒，迄个会伤害别人的遮个杀人毒气，遮个人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？因平常时咧设计的时阵无想遮济啊。后来因要去人执行死刑进前一寡访问吼，你讲唔对啦，讲为什么你会去拜着即个麻原彰晃？即个医生吼，就讲讲伊较早嘛毋知，伊就考试考煞，去册店伫遐咧看册，伊看到一本册，迄本册叫做《要安怎开发超能力》，作者拄好是伊啦，麻原彰晃。所以后来有一摆机会，就去找即个人。惊兄输人恐怖的所在伫遮，两个人无熟识，总是去找伊的时阵，即个麻原彰晃竟然把即个人的名单讲出来，嘛知影伊是啥物人。所以伊就对即个人信到底，然后有侪事参与伫组织内底，伊来当作是神咧看。兄弟姊妹，即三个拢是邪教。人咧讲，你若无敬拜上帝，人咧讲会偏去，因为人要做神啊。人来做神的时阵，即个宗教就歪去，歪去了后足恐怖。有三项咱会使去分辨，我甲恁整理出来。因为德国政府总共有编17点，咧提醒伊的百姓，若是一个宗教歪去的时阵，你需要去分辨。伊写17点，我甲恁统计三项。第一项，即个宗教伊会控制你的生活起居无，就是讲你。本身几点爱起床，几点爱食饭，几点爱去綴，伊有甲你规定过。咱的生活教会袂安尼嘛吼，但是有一寡宗教会甲你规定，讲你几点爱做啥物代志。第二项，你的家庭入去即个宗教了后是去行忝，还是行和，无共款。正派基督的教会是要帮助咱的家庭更较好啊，但是邪教无安尼哦，伊会叫恁囝仔去怨恨你，伊会叫恁太太另外去找男朋友，互你一个人孤单拆开，嘛鼓励你另外去找女朋友，互你无家庭，然后所有的人10个人对你来讲，20个人对你来讲，你渐渐就对这个教主中心啊。所以咱爱了解吼，有侪家庭中，咱若是和的，常常是处理上的意思；若是分的，咱爱处理。家庭若受破坏，侪人拢会受伤。所以你爱去了解。囡仔若需要交互小组长去饲吼，迄种有问题啦。邪恶的宗教做侪就是你的囝袂使家己饲，你要互别人养饲教育教导，牵伊带做伙。你的太太去别人去交无共款的乱境，所以做乱的吼，破坏家庭结构是一个邪恶的象征。第三项就是你的财产去人偷食去吞去无。初初咧奉献拢简单，但后面的时阵，伊爱你的祖产，伊爱你所有的一切。咱的奉献是甘心乐意，敢毋是？咱的奉献是受担当，但是因迄是明文规定的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看后面，德国政府同咱分的17点吼，所以咱需要开一寡时间去理解这是安尼。第一项是啥物？即个图就是，刚刚去拄着一群人，迄群人，互你做欢喜的吼。来看下一张，然后即群人，即个组织。拄着了后，你对世界有全部新的看法。来第三项，过来就是伊的道理，互你足明白、足清楚了解。敢若即个世界无其他的困难啦吼，毋是乌就是白，遮简单啦吼。来第四项，但是你若要了解即个组织的时阵，敢若无法度了解，足侪代志我甲你讲吼。来第五项，伫即个组织内底，一定有一个老师，伊讲伊是啥物转世啦吼，也是讲伊本身的有。神通哦，敢若伊知影所有的道理甲真理啦吼，但是即个是人吼，即个是人来写一个，然后甲你灌因的教义，然后伊会甲你讲，你读的册拢假，你外口受的教育毋对，你爱听教主的话，变安尼。来第七项，你若开始咧怀疑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，迄是你信心无够，还是讲你惊骗伊，伊开始甲你讲。
教主永远正确。来第八项，而且这个教主会拯救全世界。来第九项，第九项就是看教主较近的人是真友啦吼，若无参加咱这个组织的，全部拢是未得救的人，八安尼吼。来第十项，你若拄着即款的组织，伊会要求你马上来签约，但是你看迄个约书内底内放一条铁链仔吼。来第11项，就是你爱穿同款的衫，讲同款的话，然后袂使对教主怀疑，这就是邪教的特性。来第12项。伊要求你过去的朋友拢袂使联络，你敢若会使有即款宗教内底才会同工尔。来第13点来下来，就是你袂使家己选择你要结婚的对象，教主会甲你指派你要娶啥，你要嫁啥。来第14项，你开始要为着即个宗教卖命，爱去卖册也好，还是爱办活动也好，你开始开你所有的时间。来第15项。你边仔一定有一个人，不是甲你缀条条，然后甲你讲，教主本身偌好拄偌好啦。来第16项，开始你咧怀疑讲你行毋着路的时阵吼，伊会甲你讲，迄是你家己的问题啦。你爱先相信教主的话嘛。第17项，第17项就是讲，最后敢若有一款的可能，其他人拢袂使行，就是顺服即个教主的旨意。所以你会使看到，邪教本身有一款的特质。来最后一个，再下来。符合程度越高，越要小心。毋是讲咱有一部分安尼就是啊是，即个程度若愈悬，你特别爱注意。所以你倒来看周报第4页迄个所在，我甲各位去分享，啥物是正，啥物是邪。第一，你爱记咧，你的时间有受控制；第二项，你的家庭有去人拆离分裂；第三项，你的财产有去人吞去，是这3项。所以你用这3项去人看，会较清楚。咱来看《哥罗西书》第1章13节讲，上帝拯救咱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咱刷去伊所听的囝的国内底。上帝用伊的权能将咱对黑暗中救出来，毋是互咱入去另外一个黑暗。你若果入去另外一个人的国度内底，迄就正较黑暗。但是你若入去上帝的国度内底时阵，迄是光明。所以，咱比较爱理解神的国给人家自由，给人家尊重、成全，它有很多尊贵、宝贵的东西在里面。但是，人的国建立起来的宗教王国，它会控制你。所以，你爱记自由跟控制这两项是最大的关键。守护互人幸福、平安的上帝会互你自由。迄个自由是建立真理内底迄款的最新出来讨棒的自由，不是你黑白来迄款自由。不是放纵的自由，而是顺服真理得到了真正的自由，心里非常平安。但是你若是伫人的国度内底，迄款邪恶的宗教，你去行迄条路的时阵，你有一款同款嘛是有快乐。迄个快乐是因为你顺服绝对权威造成。那个不是圣灵的喜乐，是性情中间的欢喜，是因为你敢若你有一个归属感，迄款的快乐尔。但是迄个归属感危险，迄个归属感互你。知影啥物是真理，所以咱需要伫遮不断提醒咱教会兄弟姊妹，天国毋是一般的宗教，天国是上帝国度，是对顺服真理开始。但是一般的宗教是用一开始是做好事，但是渐渐就出现要当控制的行为，所以咱伫遮爱理解，天国有几啊款的特质。有一款就是你顺服真理的程度，所以亚经济的比喻，伫马太福音书内底所讲的这个比喻内底，亚经济的比喻是讲天国跟人的心顺服的程度有关系。你愈顺服，准备好土，互上帝倒伫内底，伊就不硬发意，伊会修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好修行。迄是上帝国看你的态度有关系。第二项，上帝国伊本身会扩展，所以你毋免帮伊做啥物，你只要顺服伊就好。咱常常要为着教会扩展，咧受做一个事工，但是每一摆我转来看挂菜机的比如甲迄个面笑的比喻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他自己会长大，所以不要阻碍他，不要阻拦他，你只要给他好的环境，这个教会一定会扩展。来第三项。迄个麦亚跟培亚的比喻，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在讲，我们在教会团体里面有一些很顺服的，有一些不太顺服的，有一些甚至完全不顺服的。上帝将来会有他的审判，他的判断。第三项、第四项，
你若看到马太福音书内底有讲到，生意人咧买土地，甲买啥物，甲买迄款真水的厝啊，即款的比喻，伊咧甲咱讲啥？你来讲教会本身嘛爱会晓投资啦。你要做基督徒，本身晓投资，毋是投资钱啊，是投资你的价值观转换。有有限的价值观，爱甲变做无限的。无限的价值观是啥物？足简单的，灵魂得救，到伫应世代无尽的国度，即款的叫做无限的价值，足价值的。所以咱爱开钱、开心思做事工，将人带入来上帝国内底，这就是咱本身会使转换价值的行动。所以天国咱爱安尼入去，咱大有了解，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听起来，咱常常拢听过，但是你若正到去理解伊所有的比喻甲斗起来去看的时阵，咱爱第一项注意，毋通走去人的国；第二项，上帝的国，咱会使接近，咱会使入去，咱来知影吼。来，咱做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即时的上帝，我要正派，总是我的心常常爱理解啥物是无正派，无正派常常会甲咱控制。主，阮需要真理，透放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心中充满真理的根，互阮知影人本身的犯错，总是上帝的原因，阮每一个人拢着赦免。人甲人中间应该要彼此成全甲祝福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入天国。感谢你，阮的祈祷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